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空中一起祷告会。虽然我看不到你们，你们却可以看到我。我们的心可以在灵里面合一。愿上帝亲自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同心合一的聚会。同时也得到圣灵无比奇妙的临在。今天晚上，神一定会从天而降，满满的祝福给我们。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们一起渴慕，领受圣灵临到我们当中。就是现在，我们一起透过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激励，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你相信吗？诗歌，你若相信，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让神的灵提升你的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拯救的事。让神的灵，让神的灵提升你的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拯救的事。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爱语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你若相信，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举目仰望，神的爱语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在音乐中，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告诉我们：你信心多少，你祷告多少，你领受多少。我们求主来保守，在线上的所有弟兄姐妹们，有上帝的眷顾，凡事平安。我们一起寻求圣灵指引，献上我们的祷告。为了今天晚上这个美好的聚会，上帝从天而降，满满丰盛的恩典，亲自在你我当中，我们来献上感谢。
典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眷顾我们在严峻疫情下得以平静安稳。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我们仍然透过线上的聚会，一起开口，一起赞美，一起祷告。为此，我们献上感恩，帮助我们迎着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眼、耳朵，明白你的心意。相信圣灵今晚与我们同在，降临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以及家庭聚会当中，引导我们走在神的旨意里。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你若相信。让神的灵跻身你的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拯救的事。让神的灵，让神的灵跻身你的宝座前，开你双眼，看见主心事应许。他已赐下更新突破的大能，在基督里没有难拯救的事。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只不仰望，神的爱语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你若相信，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只不仰望，神的爱语已经从天上降下。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我相信，神的荣耀已降临。现在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以弗所书3章20节，我们请弟兄来读，请。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诗篇138篇第2节，我们请姐妹，请。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马太福音24章35节，弟兄请。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约书亚书第1章第8节，我们请姐妹，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最后一段，诗篇19篇14节，我们大家一起请。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感谢主。当我们说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在那里彰显，神的供应也随时随地都领导。同时，我们是按着神的旨意，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神的话语，所以在宣告的时候，神的话语也被启动，并开始存在，运行于我们与自然界中。如果我们不愿意，我们不付出代价，我们不研读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处于停滞的现况。停滞，不往前走，我们不往前进，就如不流动的水，会发臭。另外，我们对神的话语停滞不可，我们不渴慕追求，我们极常会陷入自我限制，对神给我们的祝福，神给我们的供应也不明白。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过着不往前走的生活，不是停滞在停滞，乃是成长，不断倍增的生活。身为基督徒，神的儿女，要在神的话语中继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倍增，这是神的旨意。因此，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带有神的能力，然后因着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意思就是说，能力不是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能力，而是在神话语中。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3章第20节，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灵运行在我们身上，神的灵开始运行，神的灵也是接着正在运行，而且已经在运行，这个运行是持续着。所以神的能力已是在人的里面，更是在人里面动工之前就运行的。在这之前，神的能力是在他话语中。因此，当我们明白了解上主的能力所在之处，就会改变我们的思考。意思是说，我们明白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因着神话语的能力来彰显神的能力。再说一次，能力不在于人，是在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用神话语来祷告，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明白神的旨意。我要介绍2本书，是天恩出版社出版的，它有2本号，是用神的话语祷告，有1跟2。我们如果时间方便，我们可以在书房，可以去看看，然后参阅。这几天我就利用时间再重读这2本书，真的是受益良多，鼓励大家一起来阅读，用神的话来祷告。第二，神的能力是在神的口中，意思就是说，神的口充满他的能力，因为这是神话语出来的地方，神的话语从他的口出来。我们透过创世纪1章的第3节到26节，神造天地万物，都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事就成就了。1章的26节到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等等。到27节的时候是这么说，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他，
他就创造的有男有女，神的话语由口而出，就成就了。所以耶稣才说，经上记载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能力就同在。神的能力同在时，我们就可以借着他的话语宣告，来抵挡仇敌魔鬼的任何攻击。因此，神的话就是我们抵挡撒旦要摧毁我们生命的武器。圣经上也说，圣经经文是神的话，神的话语与圣经的话语是合一的、一致的。约翰福音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是话，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就是神本身。诗篇138篇的第2节，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另外一个翻译是说，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超出你的应许，超出你的名声。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要忘记，神给属神的人的应许以及希望，我们一起用神的话来做宣告。第三，神话语超越一切，永存不会。马太福音24章的35节，天地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天地万物之间，任何有形无形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永存、永久存在。只有神话语永远存在，不会改变。所以在希伯来书的1章13节也这么说，用他权柄托住万有。经文提到，是基督用他的权柄来托住万有。再透过哥林多后书的8章第9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富足，却为了我们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感谢神，让我们明白神话语充满他的应许，神的话语充满他的能力以及他的供应。只要我们相信，我们领受，我们渴慕他的话，我们多读圣经，思考他的话，我们必得神的能力。请问你对神话语有多少信心呢？我相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再次的相信神话语是永存与无限的，神永远不会迟到的。在任何环境、任何的困境、危机里面，神的话语能力使我们因着他得平静安稳，我们也因着神不遭灾害。在敌人面前，神为我们摆设宴席，开道路。神为我们把所有的事情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事事兴盛，亨通的。旧约人物约书亚成功的秘诀是在于神向他启示他话语的能力。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成功的秘诀是在于谨守遵行神的话。这也提醒教导我们当遵行神的话。诗篇的19篇1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人在此向神献上赞美，当作馨香的祭，因为诗人相信他是神的选民，在神话语中得蒙悦纳，得到祝福的。你相信吗？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也是一群蒙神悦纳、蒙福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不再用人的观点、想法，不再用人的经验，而是单单用神的话语。让我们谦卑，求圣灵帮助我们一起寻求神的话语，因神的话是永恒的。求圣灵带领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因神话语的能力，使我们信而顺服。愿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出于神，从神而来。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蒙悦纳。诗歌信而顺服的第一节这样告诉我们：当我与主同行，在他的话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信而顺服者，主肯同行。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而顺。是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神的话语中，因着信心来顺服，因着顺服而蒙福。我们一起来唱《信而顺服》这一首诗歌。为着神的话语，生命更新得力，蒙悦纳的人生祷告。接着，我们也为家庭、工作、小组牧区、长职教会、全职同工、牧者团队来祷告。在公祷结束后，也欢迎各小组一起进行会后的 RPG 祷告。
生命的主，在疫情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的这个时期，主啊，我们对小组家人、对教会、对我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累积了许多的思念。我们许多在家里面或是在工作情形有变化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的心情可能也受到了许多的影响，可能有更多的无力，或是有更多的思念，或是有更多的郁闷，因为没有办法再出去看看、走走，或是拜访朋友。但是主，我们相信在这段时间，你有你的心意，要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所不能接触到的人，我们所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关怀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心能够更火热的为彼此祷告，也能够为教会来祷告。父啊，愿你借这个时候，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更深的来眺望我们的灵命，使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被你的话语来燃烧，更深的被你来得着。主啊，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时期，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想爱，但我们却没有能力去爱；我们想做，但我们并没有那样的能力去做。唯有依靠你的作为，唯有依靠你的爱，唯有依靠你的话语。所以，亲爱的父，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再一次全然的依靠你，成为需要你常常向你祷告的儿女。愿你借这个机会，更深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为我们所关心的群体、同工们，或是教会，或是我们曾一起敬拜的朋友们来祷告。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还是要一起来为全球的疫情以及我们台湾的疫情能够得控制，来平安来做祷告。我们一起先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都还笼罩在疫情没有办法控制下来的阴影以及伤害当中。有的国家已经接种疫苗，但是因为疫情的变种，又很多人重新感染。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我们就谦卑恳求神赐下你的恩典，不只让我们借着很好的公卫措施，有很好的阻隔这个感染，也让我们的疫苗的研发也能够顺利，特别是那一些贫穷的国家、弱势的国家，他们也同样能够得到疫苗的帮助。我们现在台湾还是在疫情的紧迫当中，求神也帮助我们，不只是在疫情中心所做的控管，每一样都做得非常的到位，也让我们台湾人在遇到这样的挑战当中，大家彼此同心合一，没有攻击，只有彼此合作，让疫情借由大家的自我控管以及疫苗的帮助，也能够早日得着平安。我们心中充满期待，因为我们对台湾人爱台湾的心，大家都有信心。求神也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当中，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忍耐，更多的扶持，更多的帮助跟鼓励，让疫情的伤害过后，我们台湾人，我们这个国家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团结。我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第二个，我们要为我们富强的弟兄姐妹的身心灵平安来继续做代祷，请大家按照自己的心意，我们为我们的富强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需要，在疫情当中能够更多的身心灵平安，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这段疫情期间，我们富城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台南，或是在各地，大家都得着神的保护。但是我们知道，不只是我们面对疫情挑战一个紧张或是担忧，我们还在个人的工作、生活以及家人的平安的担忧，会负担。会有很大的一个忧虑，亲爱的父神，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得着真正的安慰，得到真正的心灵的平安。主，我们特别为老年人、我们的长辈祷告，让他们因为有很好的保护，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疫情，也让他们有很快的机会能够接种疫苗，能够得到免疫。我们有我们的青年人祷告，他们因为工作还是要各地来外出奔跑，求你保守他们在各地工作生活都能够免除疫情的一个困扰。我们也为每位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从事商业、饮食还有各样事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遇到疫情很多的业务、很多的生意没有办法施展的时候，求你赐给他们坚定的信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智慧来管理，让这样疫情的损伤能够减到最轻。求你帮助我们，在没有办法彼此见面、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在家中透过网络，我们也一起同心在你面前连结，彼此代祷，彼此关怀。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富强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唱《信而顺服》副歌，我们来唱2次。我们请牧师祝祷。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同，持续与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富强人同在，也与我们这个遇到苦难的台湾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那我们一起借由
恩典时刻这个线上祷告会，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一起同心祷告。我们确信圣经所应许的，只要2、3个人同心合一，主就要在我们当中。也愿你的祷告蒙神来垂听。我们期待这个疫情能够渐渐减缓减轻，尤其我们台南地区这一个疫情的控管还不错，期待能够很快稍稍能够恢复聚集一起祷告，一起聚会。我们继续为这样的事情祷告，尤其全台湾能够早日得到很好的疫情控管，早日恢复正常的活动。我们继续祷告，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阿们。